哇，好臭喎！你係咪好屁眼？仲唔係好咁臭嘅？你冇聽到我呼呼聲咩？哦，係啊，啱冇冇。做咩啫？墨西哥、美國以及內地都曾經發現同樣嘅病毒變種。政府建議禁止海岸公園進行商業捕魚。環境局副局長潘傑默現時大約有380個持捕魚許可證嘅漁民，政府會向受影響嘅漁民發放特惠津貼，平均每人可以獲得15萬。政府亦都會研究協助漁民轉型，例如喺地質中幫人遊。你陪我做咩啫？我唔得我都唔怕擠嘅，傻佬。阿敏啊！喺邊邊？你唔食自助餐俾阿哥哥？都係唔得。唔得啊！哎，冇辦法。你小心啊！做咩啫？我要玩啞鈴玩一陣咋。去玩啞鈴做乜嘢啫？我要多啲老鼠仔咯。要咁多老鼠仔做乜嘢啫？因為我好似想跳戰士咁。你整個老鼠仔嚟睇下先啦。咁細隻執行骨。我都唔係啊！哇係喎，有少少老鼠仔喎。都唔係啊！得啦。你扮馬騮仔係點辦？一二三。你玩啞鈴我一陣咋？BB 啊，啞鈴一陣咋？BB，係啦。啞鈴一陣。